昂坪巴士站起步，經石壁郊遊徑到鳳壁石澗。鳳壁石澗可分為3段，下段是石壁水塘至石壁郊遊徑，中段是石壁郊遊徑至鳳徑第3段。上望猿蹄峽和禪崖4壁。鳳壁石澗曾被譽為港境險澗之最。猿蹄峽的右邊是鳳羽壁，我們要沿澗上溯，絕壁不能正攀的鳳羽壁，續上溯鳳壁石澗。上面是鳳舞瀑，攀上鳳舞瀑的第1層。鳳舞瀑上望不直的第2層，石頭有點圓滑。幸好今日是乾爽天，第3層的懸空感極重。來到下禪鳳，與大佛合照。隊友說要試玩禪崖4壁中的其中一段，順道幫他拍照留念。續攀上禪鳳有2條路，另一條路比較難拿手位，而且懸空感強。上攀 V 位，手腳位尚算充足。下望 V 位，上面是上禪鳳，亦是一個打卡位，同樣是與佛合照。離開上禪鳳，跟繩橫移返回澗道，小心橫移斜坡。回望棧道，續上溯鳳壁石澗。此瀑滑石不能正攀，需轉走樹根長，先打張卡。腳位高，手位也不好拿，女士拉繩也敢吃力，男士成功徒手攀上。跟棧道續攀上，返回澗道，可沿瀑攀上，或懸崖繞上。留影，隊友先攀上手腳位較多的流水高瀑，再放繩給我們去挑戰高難度的崖位。下層有點突吐，最難是臨頂的最後1層，容易被現場設置的繩索纏身，拿不到穩固的手位，容易向後仰。關關難過關關過，來到最後一步，這裡有繩，但較濕滑，水管瀑。我們從另一邊較乾爽的離開，起步腳位較高，最後一爬，回望鳳壁石澗中段，接上鳳徑第3段，續上溯鳳壁石澗上段，大石乾爽。我們走上段的主要目標是鳳峰石河，約660米向左走出林蔭，接上鳳峰下石河，跟引路上接鳳峰中石河。中石河規模最大，亦是最靚的。上石河距離較遠，需要爬升接近60米才能到達，好大霧。留影。之後還有沒名稱的零碎石河，上望石窗塔，霧越來越大，從這角度可望到穿透的石窗。留影。站在石窗塔，
從石窗塔的另一邊離開，跟棧道走，接上懸崖棧道到鳳凰門，回望懸崖棧道方向，上望鳳凰門，左邊是黃蜂。我們會從右邊登上鳳峰，留影，從這裏攀上去，回望黃蜂，到達鳳凰山934米。有不少人在這裏休息。走鳳徑第3段落伯公坳，下望南天門，日落相伴。對面是大東山。伯公坳巴士站散。